今日教大家五指毛肚焗雞，今天教大家五指毛肚焗雞。準備一隻3斤半嘅粟米雞，準備一隻3斤半嘅粟米汁。首先攞開水去除雜質。首先拿開水去開水啫，攞開水浸五指毛肚浸30分鐘，拿開水浸五指毛肚浸50 30分。3斤鹽焗雞粉，3煎鹽焗雞粉，1斤鹽，1煎鹽，俾啲老抽上色，俾啲老抽上絲，俾啲燒酒，俾燒酒，俾啲花生油落去醃去30分鐘，俾啲花生油醃去30分鐘。沙薑紅葱頭薑打底，沙薑紅葱頭薑放落去打底，再放五指毛肚，再放五指毛肚，放隻雞落電飯煲，按煮飯鍵就會跳掣，放隻豬落電飯煲焗即點，啲精華一定要倒翻落去，啲精華一定要倒翻落去。打開好香五指毛肚嘅味啊！打開好香五指毛肚嘅味啊！再攞啲雞汁煮飯，再攞啲雞汁煮飯，啲飯吸收晒啲雞嘅精華，啲飯吸收雞嘅精華，啲雞滿滿嘅椰香味，啲豬滿滿嘅椰香味。啲飯滿滿嘅雞油味，啲飯滿滿嘅豬油味，你哋大家跟住做啦，你哋大家跟住做啦。